来乡亲啊，有一出电影哈做少年的，即摆当咧放映。这个电影导演颜俊国甲主要的演员，特别到云林北港一间电影院来宣传，希望大家支持台湾的国片，嘛透过这个电影，让大家了解到京城人中回社会困境。作为替电影赞声，由颜俊国指导国片，因和投资者做来到北港一间戏院宣传。演员和导演甲大家说明电影内容和主要传达的精神，这和一般的欧德电影不加无同。也是有看评论，然后我觉得这种电影它对我们社会算是有帮助。这个电影表达社会对红帮出来的人重新回到社会，面对无奈打击，搁一摆回到暴力犯罪生活。那自从上映后，就大家都好评不断，各地北中南都在包场，也让公益的力量可以一起结合。用电影画面表现现实生活故事，让大家看到基层小人物的无奈。嘛欢迎乡亲来电影院用行动支持国片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